让你不要习惯了被他比
今仔日来是有这个机会，我本来要参加来这个所在，就是你平常线上来参加这来交往社上专家，所以慢慢来，不可咱的这个活动，但是来参加的用，这是吧？而且，咱除了对小朋友，今仔到底是来参加这个表演以外，也非常感谢咱的家长。我是讲一个，我真自负的一个感受，甲讲伊做好。我有一个朋友是高雄大学在教台湾史，伊常常教台湾史的时阵，拢会叫学生，甲伊的学生爱写研究报告，有关台湾的研究报告。研究报告不管你是要写你的故乡的历史，你要写你的故乡的一个有名的人。有贡献的人，也是优秀的，伊大家都会知。真欢喜呢，咱今仔日见到要头甲一个小朋友呢，甲咱这个家庭呢来参与这个活动吼。咱这个活动讲叫吼，请一个国校老师吼，准备我话顶问讲这咱教育部呢，本来有定讲今年要开始办这个台语流程的这个课程吼。可能尾也听讲，这有办呢，伊有各种的党团的来参与，到底今年是要办还是要办？真侪人吼咧问这吼，因为我咱这个台语这个试题的研发，有是这个教育部委托咱先来办理吼。事务的部分本来是我们说是来办吼，伊有这个有什么开销的，所以今年呢。暂时中央教育部部分可能无法度办啦，但是呢，咱南部遮个县市教育局处呢，要来合起来要来办理，这部分委托咱先来办理这个，咱第3个来办这个台语所以本来呢，我知影有真侪老师拢真拍拼，包括咱的志愿者嘛，拢真拍拼，必须按照今年办理课程的代课呢。即摆中央也无办法紧咱教育局嘛拢会来办理。详细的消息咱未来会去公布。初步咱的预约是8月份8月份的时阵会来办理到时上就较麻烦各位呢跟像咱现代台湾人的人来看，会当了解我想拄咱这个工作嘛已经算拄好我想着卖个照顾的一个时间讲时间就真紧张想要了解讲到底这名是啥咱再来咱就时间呢到咱的大会来。各位热心是某米囡仔兄囡仔姐地位的主持人姐今日真正真欢喜这么多人到老店来社会参与这个某米的广告词甲某米的朗读比赛。咱即摆就决定选出来希望大家就是讲无论哪款拢是经验甲一个欢喜的学习的过程。希望大家会当伫个以后继续对咱的这个母语来伫个家庭伫个学校继续来家己使用流传安尼咱这个比赛较有意义因为就要加讲我想是要邀请几位来宾老师来做颁奖礼我先就是颁奖礼的部分，就是要邀请拄则咱台湾南社社长陈社长，甲这个中央大学台湾文化厅这个邱伟文邱教授，咱这个做父亲的台语老师邱老师咱3位来做颁奖礼我好一组是安尼一个颁奖。是不是这个时阵大家来等足久我就互这个咱治疗老师来公布咱即摆要公开的这个3组的奖项的名单咱这个奖金的部分可能要麻烦等下交至这个报道处找我体因为时间15:28
到中间吼，再来靠做成团体啊。咱总共，咱总共有5位前3名，咱2位预选吼，咱对优点的吼，优点的颁奖有2位，第1位是徐子涵，台南安顺国小，这个老师是伊的老师吼，咱请小朋友去咱遐上台。请这个老师若有到时在场来请起来吼，阮特别甲你拍一个鼓鼓励一下。请来的吼，大家鼓励。好，多谢。第2位优点，单美琪中学是金松关小学老师高。领奖了，后边啊，等下去上关体上阿干出来吼。这拢真刺激，真拢真厉害，咱去看吼。无上台嘛是足厉害，大家拢赞的。来，请颁奖，来，这个好啊，加鼓励。完颁奖的老师。好，请咱即摆第3名是王思颖，台南县金云国小，这个老师是温汉忠。即摆是第2名，愈来愈紧张咯吼，啊，拄啊无这个名，愈来愈有机会啊吼。王家斌同学，中关中心国小，这个老师是金淑英，吼，咱上台，到上台上台。来，颁奖嘛，都很一样。最后，最后，今天咱特别出来，咱请陈龙妹仔来念啦。第1名，台南市立科国小王建坤。今年我感觉你感觉哪个心情啦嘛？来，咱们就过来，咱向老师颁奖。来嘛，做得不错嘞。好，多谢。来，大家起来聊。阿母留落的语，逐声逐句真注意，知识好语变外语，大家齐力来奋起，吼！来，请举手。2009年
台湾母语竞赛颁奖典礼，各位在场的来宾，甲咱的选手掌声鼓励一下。首先，咱先欢迎咱基金会董事陈明仁老师来为咱讲几句话，来再次鼓掌鼓励。多谢各位参赛者吼，中年级吼，了这个高年级甲这个幼童级吼，甲这个家长老师来参加这个母语日的母语竞赛吼。这个世界母语日吼，咱是今年第2届来举办。今仔日2月日就是这个联合国规定的全世界都是迄种母语日吼。刚才有人唔知这个历史吼，我简单介绍这个母语日的历史吼。伫咧这个巴基斯坦吼，伫咧1947年，伫咧1800年吼，因为迄个国家独立了后，本来有从巴基斯坦甲西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尾也变做一个，了后因制定吼，因这个东巴基斯坦的语言吼，因为是叫做这个乌道的语言吼，讲这个国家语言，另外一组，因咧用的这个孟加拉语言就变成50块语言。了伫个1952年，这人走去一个叫做卡达出来抗议讲是政府是咱恁这个话国语吼，伫阮遮来讲，阮遮咱两派遐讲尔，伫阮遮咱两派遐讲尔。阮的语言，一人遐讲，咱毋是国语，毋是咱国家语言，就抗议。尼抗议内面，连续4年咧抗议吼，有真侪人向来关，嘛有人牺牲性命，积极咧。到1956年的时候，我大学堂接受讲无好，两种拢变做国家语言。所以这个是这个巴基斯坦就甲这个，因为2月日即天开始发动这个母语抗争，所以因甲这个2月日当作母语日。到1999年，因向联合国提案，讲全世界的语言拢是真宝贵的，需要保存。若无吼，就迄个奖的食奖的，安尼袂使。联合国通过了后，制定全世界，讲是2月日做全世界母语日。讲咱母语，每一个母语拢是真宝贵的物件，爱提升。各位小朋友，各位议会这个家长吼、小姐先生吼，甲各位今仔日辛苦这个评审老师吼，甲这个所有大家斗阵关心台湾母语吼。这个人士吼，你遮小弟呢，伊建成扶轮社这个社长吼，我代替阮建成扶轮社的社友，你遮向恁大家表示深深的敬意，真多谢。因为建成扶轮社吼，过去就咧向对台湾的这本土的这个教育要落根。就真注重啦，所以有这个机会，互阮呢会当参与着伫今仔日这个世界台湾母语会吼，来甲主办单位2个单位，甲有其他另外有11个协办的单位吼，共同来推行咱台湾的母语，这个是真长久，而且呢真重要的一个事工。伫遮呢，今仔日首先咱来颁发。这个故事组、友庭组甲国小印尼组吼，优等奖的2名。22号郭子嘉，优等奖第2名，6号王君玲。第3名4号邱景伦，第2名5号。第1名到底是什么人呢？这个人甲郑成功共姓，郑茵茵。我现在搁甲咱鼓励一下，多谢。今咱社会大家哈，第3年朗读比赛优等奖，李祥安、张玉珍小朋友上舞台，是不是给我们鼓励一下？下舞台，第3名。6号林长义，第2名34号邱谦，第1名20号张妙智。好，来这一次，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我们
优丁奖吴诗山、高静文小朋友来，今天来宾咧当掌声到位来啦，掌声到位。第三名张清豪，第二名28号冯玉轩小朋友，第1名。 亲爱的来宾，搁再一次，给你家己一个辛苦的掌声。爸爸妈妈带你来，你嘛真勇敢表现在台顶，所以呢，咱首先咱先多谢爸爸妈妈，好不好？来，甲爸爸妈妈讲，真多谢。真多谢。爸爸妈妈，你看，互恁免费看3、4点钟嘞，来甲阮讲一下，真多谢。多余，真多谢。真多谢。跳伞来。 多谢你这么年来，一直陪伴阮唱歌，真多谢来，来跳伞的来，1、2、3木头人举啊，1、2、3木头人，1、2、3木头人，1、2、3木头人，好来拍头啊一个哦，你们1、2、3木头人啊，按两个人到顶哦，可以站起来好不好？来疯狂一下。 哦，来后壁的家庭鼓水来，17岁的囡仔，囡仔，够两在不废话。想知影代志大汉了哦，有遮尼济变化，刚才有你陪伴我，来两边搭一个黑段，快，真多谢，真多谢，来跳伞来，来多谢你遮济年来。 一直陪伴阮唱歌，来真多谢，跳伞的，好站起来，1、2、3木头人，1、2、3木头人，1、2、3木头人，好来拍拍一好来我们去拍会耶。 不管你有着顶无着顶，今仔咱这场地布置甲遮尔水，欢迎大家来翕相。今仔日的比赛到这告一个段落，感谢各位，明年再会，明年再会。